伫咧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，有一群老大人真爱学台语，伊也对罗马拼音学起，对着一位退休的教授，伫咧吟唱古诗，学习在地历史文化。有的老大人已经学7、8档啊，毋但会晓创作，也会晓写诗词。云峰旗下无尽观，玉立春节有路通。 60、70个老大人对老师念古诗词，这首诗就是写新港在地历史。校园内底这位廖光林阿公已经80岁啊，莫看伊头毛已经白，读册煞比囡仔较认真。伊已经上课上8档，是这个班的班长。有着足济啦，啊，这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罗马拼音啦。我以前咱唔知影，咱拢当做是英文，啊，这个罗马拼音哦。 实在足好用，无论什么语言，拢完全会使用罗马拼音。社内社区的台语文化班学员大部分拢是阿公阿嬷，甚至有人80、90岁，嘛有人原地唔捌字，因拢爱学罗马拼音。文化班的老师是这位退休的董宏正教授，伊研究过台湾历史。社内社区古早叫新港社，有台湾第1间的学校。伊讲伫遮开汉学班真有意义。第1间学校。 伫甘地书定牧师所设立的1632年5月2日第1间学校，这嘛呢，我想呢，历史上来讲，介大意义就是这是台湾第1个，这块土地有文字的，叫做新港文书。迄个新港文书就用罗马拼音字来回复过去呢，这个人讲叫苏俄啊，吼，在学汉俄啊，吼，这个汉俄班啊，开苏俄啊，来读这个汉俄册。 董教授嘛想袂到，第1档才收20位学员，到当学员煞愈来愈多，真侪人对别区别个县市来上课。学员唔但爱学罗马拼音，会晓创作写台语诗。老师甲学员嘛做伙出版真侪本的绘本、台湾俗语等等的新册。我是家写一个讲，当年无念书，惊国唔读书。 大汉唔捌书，只能做车夫，因为我到尾是使云南客运的司机。伊袂晓 ABC 哦，所以伊看到 ABC 的时阵吼，伊是读阿伯册地，这真特别嘛吼，真特别。因遮吼学员呢，因的学习吼，老实讲，值得我学习。伫发表会，每一个学员上台念诗演奏，拢认真佮有自信。 遮个老大人传承在地台语甲历史文化，每礼拜会当同齐学台语，是因上期待的代志。记者陈家军、赖维做台南报道。